若到台北参加跨年，这个台北坐运甲桃园坐运拢是42小时无休班。另外来到台北跨年的现场，前250名写问卷的人，拢会当摕到免费的电影票，阁会当参加抽奖，有机会甲4K 的电视砸转去。 不管是毋是咧落雨，就是想要来唱黄金时啊，来帮 Super Junior 伫你加油。台北跨年晚会第25，就已经有歌迷来排队啊。可是前2天蛮冷的。对啊，但没办法，迷妹都不会冷，迷妹也不用吃饭。从哪里来的？屏东。 今年跨年除了表演真精彩，好康的嘛袂少，前250名填写问卷会当得到电影票。现场扫 QR code 写线上问卷，也有机会带回4K 电视。另外，现场跨年的人只要下载旅游网站 APP， 锁定跨年舞台大金幕，嘛好康的通抢。 只要输入限定的优惠码，你就有机会得到免费的炸鸡、手摇饮料。台北坐运42小时拢无休困，民众会当对国父纪念馆或者是市府站到会场，也有3个路线接送车，包含往台北车站、坐运公馆站、甲木山经纬地区，周边公车嘛会延后收班，要互你欢喜跨年，嘛会当安心回去厝。